因為其實我哋喺香港有好多即係叫做犧牲過或者仲係在囚嘅一啲嘅手足，我哋都好想去支持佢哋嘅，去畫佢哋嘅。咁但係我哋最後都揀咗一個比較再大啲嘅主題，因為大家犧牲咁多都係為咗希望可以打倒呢個專制政權啦。始終香港淨係我哋努力咧係絕對唔夠，我哋好需要集結其他國家嘅力量咯。即係例如我哋有香港嘅獅子山啦，有中國嘅民主女神像，有美國嘅自由神像，有英國嘅大笨鐘，有台灣嘅嗰隻黑熊啊咁樣，高雄熊。他們表示，創作過程近2個月，要適應沙漠天氣和種種不便，猶如在荒野求生，人生觀也隨之改變。我可以用拍武俠片嚟形容咯，直頭係哇啲風吹到得8度咋，唔同咯，係好大風、好大雨，我哋兩個係成身濕晒咁。你真係要等佢冇風冇雨，你要有個耐性喺度咯。呢個月嘅真係老花嚴重咗嘅係真嘅，因為長期見即係啲陽光係好刺眼。我喺呢個 park 有一個都有好深刻嘅就係，我覺得係要順天咯。我俾紅火蟻咬咗2次中毒，亦都有好多可疑嘅人係咁影我哋相。我哋其實係處於一個危險嘅狀態去創作㗎。咁但係就係我哋每一樣嘢都要係做一個最好嘅準備去保護自己咯。咁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咁都係要等個天去即係俾一個時機我哋咯。這幅長約7公尺的壁畫屬於自由雕塑公園2023年與洛杉磯香港論壇合作推出的香港地計劃，開幕典禮將於12月6日登場。